怎樣信靠神？我哋嘅肉眼睇唔見神，咁點樣相信佢，同埋點樣去依靠佢啊？聖經講，神係個靈，我哋敬拜佢、親近佢，必須要用心靈同埋真理。我哋睇唔見神，但係藉住佢所創造嘅一切，我哋唔單止知道佢嘅存在，亦都知道佢係全能嘅，因為一切嘅被造都好奇妙，而且極其繁多，就係所有嘅科學家都唔能夠完全明白。從佢所創造嘅一切，我哋亦都知道佢係充滿愛同智慧，而且佢憑住佢嘅信實掌管同埋供應一切。所以，當我哋嘅心靈確認佢嘅存在，確認佢嘅能力同埋慈愛，每次諗到宇宙嘅來源，就諗到呢位全能者，咁樣你就開始踏上信心嘅路。當我哋聽到主耶穌從天到地成為人，為人嘅罪死喺十字架上，第三日從死裏復活，而家喺天上掌權，我哋相信耶穌係神差來嘅救主，我哋相信佢，接受佢，願意歸向神，我哋嘅信心就產生果效，以致靈魂得救，同神關係和好。當我哋相信佢就係嗰位嘅創造者，又知道佢係所有美善嘅源頭，你想同佢親近，想同佢建立關係，你嘅心開始接受佢，向佢講說話，將你嘅需要講俾佢知，咁樣你嘅信心就喺度提升啦。當你親近神，相信佢會按住佢嘅應許，就係聖經所講嘅話，佢一定會親近你。你心中有平安、甘甜，相信佢喺嗰個時候係挨近你，咁樣你就喺度運用緊你嘅信心，因為聖經講，神必賞賜嗰啲尋求佢嘅人。如果當時有其他事影響你，令到你分心，使你冇注意或者記住神嘅同在同埋佢嘅應許，咁樣當時你嘅信心就受到影響，打咗折扣啦。但係只要我哋立時同埋時時將神擺喺我哋眼前，我哋嘅心就會歡喜快樂，同埋開始多啲同佢講說話，多交託佢，學習依靠佢。仇敵唔歡喜我哋信靠主，佢會使我哋懷疑，心中唔敢全然相信，使我哋心裏邊會有疑問：神係真嘅咩？神真係而家同我同在？神真係愛我？仇敵或者用各樣繁雜嘅事影響我哋，但係如果呢一刻你拒絕所有嘅懷疑，注意屬靈嘅真相，神係真實嘅，神會親近我，神會賞賜嗰啲尋求佢嘅人，以呢個真相取代嗰啲原本懷疑嘅心思，而且加強注意神同埋佢嘅應許，呢個就係用神嘅話堅固自己嘅信心。當信心再次堅定，心中就有平安，再有好嘅感覺。如果面對憂慮或者害怕嘅環境，整個人好似被包圍喺陰影裏邊，嗰啲黑暗嘅勢力四面嘅環繞，好似擺脫唔到咁。
喺呢個時候，我哋唔係憑自己嘅意志去同自己講，唔使擔心，唔使諗，唔使怕。有時我哋咁樣當提出幾次嘅問題，心情仲會更加嘅低沉。喺呢個時候，我哋要諗到主嘅同在，同埋佢嘅應許，立時轉向佢，同佢講說話，要求告佢，叫佢幫助，又回想從前神嘅恩典同埋幫助嚟堅固自己嘅心。仇敵會再發利箭攻擊我哋就應該再舉起信心嘅藤牌，唔係俾嗰啲問題嚟攪擾我哋。我哋要用真相，用神嘅話堅固自己嘅心，使自己停留喺神嘅話同埋神嘅愛中。當我哋每日好好嘅親近神，時時被詩歌中嘅真相同埋聖經嘅話充滿，咁樣仇敵嘅大話、世界錯誤嘅觀念同埋信息，或者生活中嘅難處，就唔能夠打倒我哋就能夠信靠神，越來越成長，同埋越嚟越堅固。然而，我哋一定要信到底，倚靠到底，咁樣我哋就必定能夠得勝，而且我哋仲會被造就成為信心嘅英雄。神啊，雖然我看不見你，但我信你在。你就是那位全能創造者，你掌管一切，你要賞賜一切尋求你的人。神啊，雖然我看不見你，但我信你的話，天天想你的應許，想你與我同在。我到你前求告，你必回應。神啊，雖然仇敵的大話，世間難處掩蓋我轉向你，我知道你沒有離開我，你會伸手拯救，救我到底，天天到你面前，天天信靠你，天天向你說話，天天享受你，別過頭不看麻煩，定睛在你身上，我的信心升起，我的心靈快樂。